我哋相信將來決定現在，所以康智翠林晨光學校從小一開始，為每一位學生訂立生涯規劃。康智會教育心理服務組喺2006年參考美國智障人士協會嘅支援工具，發展咗一套適合輕度、中度智障人士嘅評估工具——學生個人成果評量 PALS。成果評量倡議5項理想個人成果，包括個人福祉、學校與社區參與、貢獻、關係建立、獨立能力。每項成果有其相應嘅行為指標，包括學與教活動、家居活動、就業活動、社交活動、社區活動、健康及安全活動，一共261項指標。學校就住理想成果編寫共同平台，建構學生嘅資料庫。透過呢個可攜式嘅平台，老師、家長、學生可以一同訂立適合學生個人發展嘅目標。為照顧學習多樣性，學校提供不同拔尖保底小組。數下有幾多萬字嘅咩？學校亦提供不同嘅專業支援。為培養學生有良好嘅價值觀，學校安排不同與品德有關嘅活動。學校亦安排不同職務訓練同實習，讓學生具備就業能力，達至學校嘅願景。就讓我哋與家長攜手合作，為學生嘅將來一齊努力。